講到富人區，當然要提及九肚山啦，有4條隧道可以直穿東九龍以及西九龍，交通四通八達，難怪有咁多位老闆都中意呢個風水寶地。我哋嚟到單位，實用面積114平嘅4房套，客飯廳非常大氣，飯廳位置可以放到6人嘅餐台。我哋再嚟客廳呢邊望下。露台望出去嘅景觀，除咗係綠油油嘅山景，仲有一望無際嘅海景。入嚟廚房，除咗有工人套房，全屋加近嚟嘅廚電都係豪宅嘅標配。發展商將3間客房都打造咗唔同嘅主題，呢度有麻雀房，呢間客房都係同客廳同一方向。而另外呢一間呢，就係一個套房嘅設計。主人房入到嚟，所有走廊位置都做咗衣櫃嘅收納。再嚟主人套廁，有浴缸以及雙星盤。房間3邊落床都仍然有大量嘅走動空間，再加上全落地嘅玻璃窗，我哋望出去嘅景觀，山景、海景都盡收眼簾。呢度嘅住客都非富則貴，絕對係老闆你嘅不二之選，而且性價比高。如果大家想了解呢度更多嘅話，記得揾我李家國 Cindy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